爱宝，爱宝，可能停电了。爱宝，别动啊，别乱动啊！爱宝，丫头跑哪去了？别跑，别胡闹，赶快出去！不要，外面黑，我不要一个人在外面。我跟你说啊，这身上都是湿的，听话，出去。哎，吹什么那呀？干什么呀？胡闹！别胡闹，别忘了我是你爸。快出去！但你也是我的爱人啊。别胡闹，把手松开。你就告诉我，我是谁？爸爸，爱人。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，从父爱变成了爱情，我甚至都来不及去想清楚，就发生了。但无论怎样，我知道我是爱他的，不管是父爱还是爱情。我还知道他需要我，需要我的保护，那是我的责任。因为现在我有了2个身份：爸爸、爱人。
哎，爸，啊，你看我刚刚在里面拍的，还行吧？拍得好，跟专业的一样。是不是？我们以后还需要专业的摄影师吗？交给我就行了嘛，对不对？不如我们拍一张吧。哎，拍照你得看我镜头啊！再一次，连过来一点，连过来一点。下一个，是不是这样才好嘛？可以有吗？你让我把手头工作做完好吗？好吧。我爸，这认真的样子可帅嘞！来，玩够了吗？让我把手头工作做完好吗？乖，听话。好吧。你醒了。接下来，我们俩公开了情侣身份，日子虽然过得不富裕，却开开心心的。只是事业上始终没有什么大的突破。有一次，我带爱宝参加了一个校友会，到场的全是成功人士，大家聊的气氛特别的热烈，只有我和爱宝默默地坐在那儿。哟，师兄，你好。你怎么一人在这忙着？也不过去跟大伙打个招呼。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师兄。这是我师兄啊，这是我女朋友爱宝啊。幸会。哎，长得真漂亮啊！来，坐。哎，你这10多年可干得不错啊，也不跟我们联系联系，多联系，好帮大伙一手啊。我做的不行，瞧瞧你们一个个的都是有自己公司的人，都是大老板。嗨，别提那破公司啊，屁大点的公司，哪能跟你们打工皇帝比呢？啥打工皇帝呀，挣的全是辛苦钱，就是为了糊口。辛苦钱能找这么漂亮的女朋友？师兄，你们公司也会要做广告吧？当然，现在各个公司都靠这点广告。那么，能把广告机会给他吗？他的实力水平挺好的。那个师兄啊，别听他胡说。哎，既然弟妹没把我们当外人，你就让他说。
我就怕什么呀？我们公司那种小单子，就怕他逸轩呀看不上。哎，师兄，千万别这么说啊！不是我实际挺好的。我跟你说，虽然没有大富大贵，但是你记着，资源还是有的啊。有什么事儿，咱们以后多联系。一会儿坐桌上，咱们再细聊。行，哎，好啊，一会儿聊。人活在梦想和爱情中是快乐的，可当你回到生活，你会突然发觉，现实是残忍的。你不高兴了？没有不高兴，可能有点累了吧。那你就继续装好了，不高兴也要装啊。哎，要不是我喜欢你，我现在真想揍你。你不揍我，我都想揍我自己。那你到底怎么了吗？在你朋友面前不说，连跟我也都不能说吗？今天一帮同学聚会，大家同在社会上混那么久，瞧别人混的，哼，你瞧我混的，想起来真是。每个人总有一开始嘛，没有人一开始就是很棒、很成功的，不是吗？你只要努力做那个最真实的自己，就是最好的你，不是吗？想做真实的自己真的很难啊。不要不开心了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张总，您觉得怎么样？怎么样，张总？我们公司的广告制作能力还是很专业的。您稍等啊。停一会儿，停一会儿，休息一下了。我介绍，这是我们公司的贵客张总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是张总，你好，你好。爱宝小姐。哦，爱宝，哎呦，这名字很好啊，谢谢，谢谢。身材真棒啊！你广告拍的也好啊，谢谢前途无量。张总过奖了，您过奖了。做模特几年了？我还是学生，现在都做兼职而已。哎呦，兼职都做得这么好啊，你可真不简单啊！谢谢，谢谢。不客气啊。对了，艾小姐拍片辛苦了，大家晚上吃个饭，我来请。哎，不过张总，这个饭还是应该由我来请。而且客气什么？张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晚上有约了，不如我们改天吧。今天谢谢你了，那就谢谢，啊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再见啊！再见，再见。张总，小孩子不懂事，您千万别。哎，别，我就喜欢这种性格啊！咱们先吃咱们的，行，小白先有时间咱们再单约嘛。行，好，哎您先歇会儿。哎啊。逸轩，逸轩，我到处找你。哎，老板。哎，坐。那是我坐。你坐这。好消息，啥事儿？你张总看上那爱宝那小模特了，你去把他搞定。老板，爱宝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。什么这种人那种人呢？只要有钱，就只有一种人。你想啊，只要把那张总搞定了，他要什么条件可以随便提呀。
爱宝是我女朋友。嗯？我不知道那个，不好意思，不要往心里去啊。哎呀，不过作为这个同龄人，我想跟你交流一下这个想法啊。你说这个男人最重要的事儿吧，一个是立业，一个是成家，是吧？这个鱼与熊掌啊，它不可兼得。你想啊，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，他怎么能够先立业，再建立自己啊？这里边啊，可能有点茶货了，我先进去了啊。人张总没别的意思，就吃饭、唱歌。哎，想什么呢？我今天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？没有。可是你们经理好像很怕那个张总。傻孩子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有钱呢就会有事，有事呢就会有人怕，知道吗？那不如今天晚上吃饭我去吧，我去给张总道个歉。不用了，这事儿我跟他们周旋，我来搞定，你别想了。行吗？行的，我给你打辆车吧。没关系啦，这里离地铁近，我坐地铁回去就行了。行吗？行。自己小心点。再见，老爸。到了学校以后打个电话。这要的谁呀？上一个广告的女主角，照片背面有电话。如果这个广告播出成功的话，你一定会在业界崭露头角的。你介绍的人生病了，他同学替他来了。我的广告创意不是这样的，怎么可能随便换人呢？不用再说了，我觉得这个女孩条件很不错。累了一天了，你也不请我吃个饭吗？这是我的好朋友爱宝。你好啊，大叔。干爹的年龄不干干爹的事儿不合适，对不对？你动我是吧？干什么？这你还看不出来吗？爱宝护着他跟护着自己男人似的。王九网的广告代理还是林云轩负责吗？你是不是把我当傻瓜呢？装的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整天跟你们牵线搭桥。我得不到的，别人也别想得到。林云轩，你是个混蛋！赶紧跟李朵解释解释啊！爸，你是我的爸爸，也是我的爱人。张总看上那爱宝的小模特了，你去把他搞定。爱宝是我女朋友。幸会啊！这几年呢，我在几个大项目上的投资啊，这少说也有10几个亿吧啊！你们大家猜猜，我能赚多少钱呢？张总，不怕您笑话，我们公司都是小本经营，就账面上那点钱呢，还不及您那一个零头呢。哎， 3个亿，30个亿，30个亿啊！哎呀，哎，一雪，我们一起敬张总一杯。来，张总啊，以后有什么好的项目，一定要带着兄弟我啊。没问题。啊，来，好，来，大家随便点啊。来，您请，您请。好，来，别客气啊。来，老板，那个我上袖间去。啊，好。
哟啊，张总，听说爱宝是你女朋友啊？哎呀，这姑娘长得真不错，你好有福气啊！啊，谢谢。张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策划做得非常好，这是我个人给你的奖励。啊，说起来吧，太客气了。嗨，小亮，其实我很看好你，你是个能赚大钱的人，但只是缺乏机会。我可以给你个机会，几千万的单子，足够你开家像样的大公司了，而且我可以绕过你们总经理给你。不过，小林啊，有句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女人对于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啊，将来有的是，其实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。但这种赚大钱的机会，恐怕你一辈子也很难碰到一次。我不知道我说的话，你听明白没有？张总看上那爱宝的小模特了，你去把她搞定。你说这个男人最重要的事儿吧，一个是立业，一个是成家，是吧？这个鱼与熊掌啊，它不可兼得。张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公司呢是有规定的，不能私下收客户的钱。啊，这个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不该总是打断你的。继续说吧。你喝这么多酒啊？我没事，这喝酒也是生意，生意也是喝酒，知道吗，沙头？必须把酒喝痛快了。你别看我今天喝醉了，喝了这么多酒，但是工作还得做，这个策划案必须完成。明天一早呢，还得交给我们经理，我们经理呢再交给张总。如果完成不了的话，可就麻烦了。那个张总，是不是老是为难你啊？你别跟我提那个王八蛋，你知道吗？那个
老色鬼一直在打你的主意，他今天给我3万块钱，说什么呀？说什么辛苦费啊？呸！我不知道这个老王八蛋在想什么呀。要依我以前的脾气，我非把这3万块钱拽他脸上不可。那既然老板跟客户都这么讨厌，这活我们就别干了嘛。我们去旅行，去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好吧？傻丫头啊，你以为那些有钱人在沙滩上躺着，那底下是沙滩呢？那是躺在钱上面，知道吗？所以说，不管怎么样，都得干呢。我一直想啊，有一天我有自己的公司，赚好多钱，女俩生好多孩子，我们周游世界。我也很想周游世界，我们可以买一艘游艇，然后去各个岛钓鱼，去潜水。对呀，钓鱼、潜水，那就需要钱，对吗？所以说，我必须去拼命赚钱，才能养活你，才能让你过上好日子，知道吗？归根结底就是赚钱。只要给我林奕轩一个机会，我就能干出个模样来。我要挣好多钱，能让你过上好日子，谁要我是你爸呢？好了，今天晚上我也不知道工作到几点了，你乖乖的睡觉，别等我了。晚安，宝贝。晚安。晚安。就。我不知道那番话对爱宝造成了多大的影响，直到多年以后，我才知道他为我付出了那么多。你的晚上都没睡啊？妈，这个案子太重要了，张勇说了，今天必须交，不交的话可就麻烦了。再怎么麻烦，也得睡觉啊！不睡觉身体怎么行嘛？